作转会伫大孝兴案件宣布平反进前，有去到阿里山租族的部落，召开受难者家属甲部落之间的对话论坛，希望会当幸福受难者甲家属一个公道。历史上的命运的安排，杜家的血脉走出去，整个散掉。现在在这里，我是无家可归。 讲到过去心中的记忆甲拄到的代志，受难者家属甲现场的人拢艰苦甲流目屎。为着要修补228事件甲白石恐怖时期带来的伤害，促转会来到嘉义阿里山举办受难者家属甲部落的对谈。他们是被污名化的，是被孤绝化的。我想这样的一个见证，其实就是创伤疗愈跟那个社会跟这个部落的信任能够重建的非常重要的关键。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以及他们的言论的内容。 或者甚至参与的态度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其实这个影响还没有走出来。228事件甲后来白石恐怖时期新美农场一案，互受难者家属甲部落之间产生了超过60年的心结，所以促转会邀请受难者家属甲部落来对谈，希望因开始解决这个历史的问题。造成彼此之间的误解，没有办法就是团结不起来，团结不起来。 因为我们是长期被监控、被分化，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慢慢的去，大家彼此的互相的了解，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促转会主委伫会后表示，目前的促转条例阁有不足的所在，未来嘛以平等原则补偿基准的方式立法来修正，希望会因为228事件甲后来白石恐怖时期新美农场一案带来影响，提供更较完整的处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